为着要鼓励国内旅游，交通部推出着5大优待的措施，平日短暝甲节日短暝拢有优待，按算明年的3月要开始来实施。ラッキーでした。美味しかったです。甲往来当作我，澎湃鸡翅饼是真野目，高真煞脆。日本名星车夫木聪做观光大使，行访南台湾，向游客来佚佗。不过来看数字，今年前7个月，台湾人出境的旅游人数有1087万人次，增加10.5%。不过同期入境的旅客所干那435万人次，国内旅游实在是真稀微。 国外感觉 CP 值比较高，因为国内真的人太多，品质比较没有国外好。一样的价格，但是我在国外享受的品质会比较好一点。可能还是国外会居多吧，应该是跟自己的喜好有关吧。为了鼓励国内旅游，交通部规划5大优待措施，包括做生日甲平常时大优待拢有补助金，或者是住伫游乐园，第2天入园的门票就免钱。另外，还有企业员工国内旅游奖励等相关措施。从明年3月开始，它就会有全面的，比方说平日的住宿啦、假日生日的这个补助啦等等。他们平日的价格其实没有那么贵，所以我们会一直要鼓励大家，可不可以平日旅游？不过政府提供优待措施，对旅游业者来讲，到底是好还是歹？房价过高这件事情还是市场机制的问题啊。消费者会不会因为有补助，提高到在国内旅游的意愿？我个人认为是有限。其实整个台湾的观光市场最大的问题还是来台旅客的人数不够嘛。 那我觉得政府机关应该是要朝这个方向想办法去突破。旅馆的工会认为，现阶段想办法来请一寡国外游客来台湾佚佗，才是真正对促进观光有帮助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